2个人哦，1年哦，所以4年就是也要1000多块2000。要。他说到美国也是这样啊。不过还好啊，因为他现在可能会休学，我就不用花那么多。那欢迎我们最动人线上主题美人美人节。好，美人姐最近有新的身份了。小农总经理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造成经济很大的困难，那么尤其对我们最在地的农民来讲，那如果是大的这种所谓的农业合作社还可以，可是对小农来讲，他们的产量本来就不大，那么而且这个比较辛苦，对疫情的这种要反应的话，他们是最辛苦的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各个平台的能力呢，能够来帮我们的这个在地的小农呢多做一些推销。坦白讲，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我知道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农业其实影响很大，因为我知道是花，我之前也帮了农委会那个做花的那个推广，对，在我的失控厨房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花卉的外销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产品是玫瑰花 ，OK 好，那么它是一个玫瑰花干燥，因为你必须想办法。那么这个想办法呢，我觉得这1、2年来，我们的习惯都会认为说政府应该想办法。那我并不觉得是这样的逻辑，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能力范围可能的地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一点办法，那这个国家就撑起来了嘛。所以我觉得是大家一起来想办法，这是我们会接受这样子邀约的一个初衷。你看是不是大家都来想办法？对呀。小孩就是目前是在台湾，那像昨天温翠莲说，她女儿是做了休学的决定，那你会担心小孩未来也面临这样的状况？我不会担心，其实我自己心里有准备，因为给他自己做决定。那如果他要休学，我也 OK， 因为好像现在休学的人后来成就都还不错，所以他还没决定吗？他还没有决定，因为8月就开学了。没有，他们学校是说这个月就会确定这样子。那他有没有回去？我觉得应该要他自己做决定，我就 support 他 OK， 因为2个都是这个月就要决定。没有，儿子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们学校是就是9月就是要回去。对，所以儿子就要回去了。那女儿英国的，对他还在考虑自白，2个人哦，1年哦，你不要写错哦。上次有人说什么小孩读书要花1亿，我不知道他读哪里。所以4年就是也要1000多块2000。要。他说到美国也是这样啊。不过还好啊，因为他现在可能会休学，我就不用花那么多。如果要回学校上课的话，会不会担心他们的健康安全？他到哪里我都会担心啊，不是只有回学校而已，对，嘿，对。